暫算個法，聽11人講，唔理22萬。暫時不會喺7月13日就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同埋進行表決。第二，就係以政府嘅修訂草案為基礎，喺7月至9月時間進行大約2個月嘅公眾諮詢，進一步聽取社會上嘅意見。22萬人嘅努力成功咗第一步啦。堂堂建完班建制派公佈呢個消息，不過仲死雞撐飯蓋，話係因為尊重議員嘅意願，唔係屈服22萬人之下。我哋嘅諮詢呢係喺而家現時呢個方案嘅基礎上邊去做諮詢，因為呢，我哋係好堅持我哋呢一個方案係合憲合法、合情合理。企喺旁邊嘅林公公同人龍黑眼圈大到嚇親人，唔通呢幾日係咁俾人鬧，冇覺好瞓？我哋向所有係22萬出嚟遊行嘅市民致敬。如果唔係佢哋大家22萬團結出嚟遊行嘅話呢，係政府唔會作今次嘅讓步。泛民話呢個只係假諮詢，當然唔收貨啦。政府而家所做嘅只不過係緩兵之計，所以呢，大家市民唔可以掉以輕心，要繼續係爭取翻自己應有嘅選舉權利。Donald 都係死唔認，屈服於民意。有人利用而家現時補選嘅機制濫用咗佢嚟進行所謂嘅呢一個公投，香港市民係極之反對嘅，係要求政府盡快堵塞呢個法律上嘅漏洞。呢個工作未完結嘅，我一定係喺我哋任期之內完成呢方面嘅工作。政府一轉軚，一班遊離建制派就話支持，大律師公會同律師會就歡迎政府嘅決定，但諮詢文件要詳列好處同壞處。其實好多功能界別議員7·1之後唔肯承諾投政府支持票，搞到草案危危乎。加上泛民動員7·13圍立法會，據聞政府計過數之後都係早啲押後表決，如果唔係輸得仲多。不過人民力量話13號1連3日會繼續圍立法會，逼政府無條件撤回方案。